歡迎大家嚟到利物浦真標知道時間。呢排真係非常之開心啊！日日都喺直播旁述影片同大家球迷一齊傾波經，一齊睇波啊！大家啱啱一齊睇完英超第6週啦，同埋週中嘅歐聯啦、歐霸、歐協聯嘅直播賽事影片。嚟緊週末又有英超第7週嘅10場比賽。而家就同大家做下英超第6週少少比賽回顧啦，展望英超第7週嘅賽前預測，同埋呢個星期英超比賽我為大家準備嘅直播旁述預告啊！大家中意今次影片內容嘅話記得俾個 like 呢段影片啦，將影片分享出去，同埋訂閱利物浦真標之路嘅 YouTube channel。咁所有 channel 裏面嘅直播旁述影片啦、賽事短評、賽前預測、賽事分析或者紅軍新聞大家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再次多謝大家支持。先嚟做翻個總結啦。上星期英超第6週嘅賽前預測結果，睇翻幅圖就知上星期嘅賽前預測就唔係太準確。首先第一場賓福特主場對住曼聯之前我就預測賓福特可以保持主場不敗，而曼聯就作客不勝。結果賓福特憑住基利夏嘅92碼成功幫賓福特繼續保持今屆主場不敗，更加擊敗到曼聯全取3分。不過自己點會估得到車路士連續2場英超比賽都打少一個人之下主場不敵白禮頓自己諗住水晶宮同埋利物浦呢場大戰之後兩隊會繼續保持不敗，點估到球證會補上補水晶宮喺補多少少時間之後絕殺入球成功擊敗利物浦全取3分。曼城主場輕鬆擊敗般尼就預期之內啦，但係點估到係要到完場補時階段先至夏蘭特連入2球取得呢場大勝。不過大家除咗睇我賽前預測，記得睇下直播旁述影片因為本來我預測英超第6週最後一場比賽愛華頓主場應該輕鬆取勝韋斯咸，但係錄製影片嘅時候唔知道韋斯咸已經炒咗博達有紐路接任。結果我喺愛華頓對韋斯咸嘅直播旁述影片嘅時候臨場作出咗調整，支持紐路成為韋斯咸嘅新領隊之後有一個蜜月期，估計韋斯咸會攞到喺紐路之下嘅第1分。結果臨場即時我就估咗韋斯咸可以作客1-1打和愛華頓，最終亦都成功開出咗呢個波膽。其實各位球迷睇咗我幾週嘅賽前預測都知道我可能有少少燈神嘅意味不過球迷們唔需要太過執着嘅，其實都係想同大家做一個嘅賽前熱身嘅啫。再結合埋我上星期英超第6週嘅賽前預測，有陣時雖然近績可能有領先但係往績同樣都要尊重。特別原因就係熱刺對住狼隊，原來最近5戰都未贏過，結果第6戰都係贏唔到波熱刺。而維拉之前上一個星期預測對富咸原來5場比賽都係贏晒，結果第6場都順利擊敗對手。經過英超6週比賽之後而家睇下英超積分榜形勢啦。雖然利物浦攞到今屆第1場嘅英超敗仗，但係暫時仍然以6戰15分排喺榜首。阿仙奴絕殺擊敗紐卡素攞到3分之後而家就6戰13分，2分之後落後利物浦排喺第2位。水晶宮擊敗咗利物浦之後成為而家20支英超球隊中唯一不敗之師，6戰12分排喺第3位。恭喜狼隊終於攞到今屆英超嘅第1分但係暫時都係以6戰1分敬陪榜末。而阿士東維拉成功喺今屆英超開賽，主場3-1擊敗富咸之後已經升翻到上英超積分榜嘅第16位啦。睇翻嚟緊英超第7週安排咗3個比賽日6個比賽時段大家記得啦，今週英超第7週有星期5嘅早場所以有玩開 Fantasy 嘅朋友，特別係香港同埋亞洲區嘅朋友記得喺你哋當地時間星期6嘅凌晨要執好個陣啦。英國時間星期6就安排咗3個比賽時段4場比賽，因為嚟緊週中有呢個歐協聯歐霸同埋歐聯比賽所以阿士東維拉水晶宮森林嘅比賽就推延到去星期日先至上演。所以星期日繼續都係有2個比賽時段不過2點鐘嘅比賽就有4場同時間進行。所以利物浦真標之路喺今個星期英超第7週就會為大家帶嚟6場嘅聲音直播旁述影片。
事不宜遲，即刻為大家帶嚟英超第7週嘅賽前預測同埋直播旁述預告啦。英超第7週第一個比賽就係英國時間星期五晚上8點鐘，香港時間星期六凌晨3點鐘般尼茅夫主場對住富咸。睇翻兩隊嘅近況般尼茅夫最近5場英超都係保持不敗，不過連續2場最近都係打和對手啫。而富咸今屆英超比賽狀態都有啲飄忽同埋唔穩定最近5場英超2勝2負1和啫。般尼茅夫喺英超6戰3勝2和1負得到11分暫時排英超積分榜嘅第6位。而富咸英超6戰2勝2和2負得到8分暫時排英超積分榜嘅第11位。雖然兩隊喺個英超積分榜有5個位置嘅分別但係其實兩隊今屆無論喺入波同埋失波都好接近。般尼茅夫喺今屆英超6戰只係入咗8球，而富咸就入咗7球。失球方面兩隊都係相差1球嘅啫。般尼茅夫就6戰失咗7球，而富咸就6戰失咗8球。睇翻兩隊上周嘅英超比賽般尼茅夫諗住作客對住榜下游球隊列斯聯應該可以憑住近態往績取得3分贏波啦。結果般尼茅夫都憑住今季狀態大用嘅前鋒史文友26分鐘先開紀錄，領先1-0。不過列斯聯呢支升班馬今屆主場成績真係唔錯結果憑住中堅朗當接應朗斯特夫嘅角球頂成1-1平手。今屆由紐卡素加盟列斯聯嘅防守中場朗斯特夫下半場更加喺個禁區外邊一個右腳窩利抽射中內柱彈入幫列斯聯反勝2-1。不過般尼茅夫今季喺英超除咗揭幕戰輸過俾利物浦之後只有繼續保持不敗。最後憑住佢哋嘅年青後備前鋒高魯比喺保持3分鐘嘅入波成功幫般尼茅夫攞翻1分。富咸喺上星期嘅英超第6週比賽1-3作客輸咗俾維拉。富咸喺呢場比賽本來有一個好開始嘅，憑住中鋒希文尼斯3分鐘接應盧傑治嘅角球開出前柱頂入幫富咸領先1-0。可惜呢位入波英雄喺開波11分鐘拉傷咗腹部肌肉被逼提早被調離場。而另一位中鋒文尼斯開賽前肌肉拉傷今場波連後備都冇。結果富咸就要派出逆風嘅查奧爾廖化當先鋒客串呢個中鋒位置，之後就俾維拉嘅屈堅斯射入今屆嘅開齋入球半場就打成1-1。換邊之後更加被維拉嘅後備中場保安迪亞一個入球一個助攻成功反先3-1。富咸就算其後換入逆風奇雲卓古斯仲有進攻中場嘅史密夫路，但係始終冇一個正式中鋒去將皮球送入網窩。結果富咸呢場波就作客全失3分。睇翻般尼茅夫同埋富咸嘅最近5次英超嘅往績，般尼茅夫明顯佔優5戰就3勝1和1負。再睇翻兩隊今屆英超嘅主場同埋作客成績般尼茅夫今屆3場嘅主場比賽2勝1和未輸過，相反富咸今屆3場嘅作客比賽方面仲未贏過1和2負。結合埋兩隊嘅往績同埋近績相信般尼茅夫可以喺今場主場贏波全取3分。好啦，嚟到今個星期英超第7週嘅第2個直播旁述影片將會安排星期六嘅頭場英國時間嘅星期六下午12點半，香港時間星期六下晝7點半列斯聯主場對熱刺嘅賽事。兩隊今屆英超嘅往績列斯聯就明顯較差啲啦，最近5場只係贏過1場啫，其餘2場和波2場輸波。英超本來今屆開季成績唔錯嘅，4戰攞到3個贏波，不過最近2場都只能夠同對手打成和波失咗4分。列斯暫時英超6戰勝和負各得到2次有8分。本來同車路士愛華頓、白禮頓同埋富咸都係同得8分，不過列斯聯喺個得失球就比其他4隊更加差，所以只能夠排英超積分榜嘅第12位。而熱刺就以6戰3勝2和1負得到11分。不過熱刺同列斯聯嘅情況剛剛相反，熱刺比同得11分嘅新特蘭同埋般尼茅夫喺個得失球差裏面係最好，所以暫時排積分榜嘅第4位。列斯聯喺上一週英超第6週主場同埋般尼茅夫打成2-2平手。頭先介紹般尼茅夫上週比賽已經簡介咗呢場嘅比賽過程㗎啦。列斯聯喺主場先落後1球，不過憑住朗斯勒夫一個嘅助攻一個入波成功就反先2-1，不過俾對方嘅前鋒高魯比完場前入波，結果只能夠打成2-2。
不過列斯聯喺呢場主場比賽雖然控球指數不及對手但係射門次數遠比對方優勝。列斯聯喺呢場比賽19射8次中目標比對方般尼茅夫12次射門只有5次中目標好好多。而 XG 嗰方面expected goal列斯聯喺呢場1.84，最終入咗2球即係證明佢嗰個門前把握力都算唔錯。熱刺喺英超第6週主場對住榜尾嘅狼隊以為可以輕鬆贏波啦，點知差啲重蹈佢哋今季英超第3週主場0-1輸俾般尼茅夫嘅歷史翻版。之前5場全敗嘅狼隊下半場憑住中堅嘅保安奴一次門前射入幫狼隊領先1-0。熱刺要去到完場前保持4分鐘憑住2個嘅防守中場配合，後備入替嘅沙亞喺12碼點回傳翻俾保連下一個右腳趟射遠處望遮入網最終幫熱刺喺主場攞翻1分。雖然話熱刺賽前被看高一線但係呢場波嘅數據反映兩隊實力其實非常之接近，無論係個射門次數總目標次數兩隊都係相若。狼隊甚至喺個 XG expected goal 方面更加略勝熱刺1籌。熱刺最終可以主場保住1分都非常之大話咁好彩。睇翻列斯聯同埋熱刺嘅最近5次英超往績又係嚇你一跳。列斯聯只能夠取得1勝4負嘅劣績最近4次同埋熱刺嘅對碰全部輸晒。再睇埋兩隊今屆英超主場同埋作客嘅成績，列斯聯今屆英超3場主場應戰暫時都係不敗嘅1勝2和，而熱刺同樣今屆英超3場作客比賽仲係保持不敗嘅2勝1和添其中作客2-0擊敗曼城絕對係今屆熱刺嘅代表作。咁列斯聯暫時今屆主場不敗，而熱刺今屆作客都係同樣保持不敗。不過根據翻今屆熱刺嗰個嘅戰術部署喺新教練Thomas Frank 帶領之下反而可能作客踢佢哋擅長嘅防守反擊反而個勝算會較高。再睇翻列斯聯上場對住般尼茅夫喺主場應戰攻勢都比較多，射門都比較多，所以預計今場列斯聯有主場球迷打氣之下踢法都會進取主動一點，所以更加有利熱刺嘅防守反擊踢法，所以預計今場熱刺應該可以取得小勝。嚟到第3場聲音直播旁述影片英超第7週第2個比賽日第2個比賽時段英國時間星期6下晝3點，香港時間夜晚10點鐘進行嘅阿仙奴主場對住韋斯咸嘅賽事。兩隊嘅近績當然阿仙奴佔優啦，最近5場英超取得3勝1和1負。呢個圖表其實未 update 嘅，因為啱啱韋斯咸喺第6週成功作客逼和愛華頓1-1㗎，所以最近5次嘅韋斯咸英超比賽應該係取得1勝1和3負嘅成績。阿仙奴喺英超6戰取得4勝1和1負13分，排喺英超積分榜嘅第2位。而韋斯咸最近攞到1分不過仍然6戰1勝1和4負得到4分，繼續排喺英超積分榜嘅第19位。睇翻兩隊嘅積分榜差距咁多啦，而喺個射門入球方面亦都相距甚遠啦。阿仙奴6場英超比賽入咗12球平均每場入2球。相反韋斯咸6戰只能夠射入6球啫，平均每場只入1球。阿仙奴喺上週英超作客對住紐卡素好彩阿仙奴今場取得贏波3分咋，否則佢哋球迷一定會將個矛頭指向今場嘅執法球證基列特嘅身上。不過基列特今場嘅執法水平真係好多令人詬病嘅地方，其中上半場約基利斯喺禁區內被普比踢跌啦，球證基列特首先就指向12碼點啦，不過經過 VAR 球證嘅商討之後發覺原來係普比先將個波踢走之後先至同約基利斯有衝撞所以球證基列特咁就推翻咗自己嘅判決，改翻一個公正球俾紐卡素。而去到下半場阿仙奴嘅蘇比文迪喺個禁區外嘅遠射，其實散中咗紐卡素隊長般奴金馬雷斯嘅手，但係又冇判罰12碼。而另外一邊紐卡素嘅後備前鋒艾蘭加喺個禁區右邊出波時候散中咗加比爾伸出咗軀幹嘅手球證基列特同樣冇判到12碼。講翻今場飛沙劈石嘅比賽紐卡素憑住中鋒禾達美特上半場接應東拿利嘅傳中波頭槌一頂入網幫主場嘅紐卡素上半場領先1-0。不過紐卡素嘅領隊艾迪科維犯咗上場曼城同埋阿仙奴嗰場大戰哥迪奧拿嘅錯誤一樣，去到下半場中段竟然收起晒
羅達美迪啦、哥頓啦呢啲嘅前鋒，跟住咧換晒啲後防球員啊，諗住拍大巴啦，去到守死阿仙奴。結果阿仙奴啊成功憑住完場前10分鐘啊兩個嘅兩邊高空傳中波啊，分別由美連奴啦同埋加比爾頭槌頂入啊。紐卡素最終喺主場啊都保唔住呢個和波啊，全失3分。艾迪荷維咧相信就要負上好大嘅責任。另一場紐卡素啊輸波嘅關鍵人物咧就係門將普比啦。雖然普比今場咧有非常之出色嘅表現啊，作出咗5次撲救，不過唔知係咪咧佢求勝心切啊，竟然喺完場前補時啊2次紐卡素攞到個控球權啊，佢竟然咧唔瞓喺地下拖延時間，反而咧快手將個波抌咗出去前面啊，但係又俾唔到自己隊友，結果咧就俾阿仙奴咧攞到一次又一次嘅反擊機會。而韋斯咸喺上晝英超第6週賽前就出現呢個換帥嘅消息啊，管理層咧終於狠心將季前個成績大倒退嘅樸達炒魷魚由前森林嘅領隊紐勞接任。紐勞接任咗短2日咧，當然可唔可以解決到今屆韋斯咸面對高波嘅劣勢？結果咧再次被愛華頓上半場一個嘅高波傳中啊，中堅米高堅尼頂入啊，先為愛華頓上半場領先1球。不過咧紐勞接任咗之後咧，始終有新領隊蜜月期呢個因素啊。咁下半場咧將士用命啊，每人跑多一步之後咧就成功憑住查洛保雲接應迪奧夫嘅左邊傳中咧，喺個進攻右路給大衛再射向遠處入網啊，成功幫韋斯咸作客攞到寶貴嘅1分。睇翻阿仙奴同埋韋斯咸咧最近5次喺英超嘅往績咧，其實唔係取得壓倒性嘅優勢噶，反而咧兩隊係平分秋色噶。兩隊咧最近5次對碰都係各取得2勝2負1和。雖然阿仙奴咧喺其中2場嘅贏波都係大勝而回啊，不過最近一次碰頭咧，韋斯咸就以1-0擊敗對手。再睇翻兩隊今屆英超嘅主場同埋作客成績啊，阿仙奴今屆英超進行咗3場主場比賽2勝1和啊，其中有2場咧都係大勝而不失球嘅。而韋斯咸喺今屆英超3場作客比賽咧勝和負各1，相比韋斯咸今屆3場主場輸波啊，韋斯咸今屆作客咧反而表現咧更加醒神。仲有咧韋斯咸嘅新領隊紐勞接任後嘅蜜月期，有朋友仔咧話咧叫做新帥紅利。所以咧阿仙奴今屆喺英超氣勢如虹啊，喺主場咧應該都可以咧小勝到韋斯咸全取3分嘅。好啦，嚟到今週英超第7週第4場比賽啦，都係安排喺英國時間星期6下晝3點上演啦。曼聯主場大戰新特蘭，兩隊嘅最近5場英超成績係曼聯咧就取得2勝2負1和，新特蘭呢支今屆英超升班馬最近5場英超咧只係輸過1場啊，最近4場咧2勝2和添啊。曼聯今屆英超6戰只能夠取得2勝1和3負，得到7分咧，暫時排英超積分榜嘅第14位。新特蘭英超6戰3勝2和1負，得到11分，得失球差冇熱刺咁好啊，暫時排英超積分榜嘅第5位。賽前應該冇球迷預計得到呢支升班馬喺個英超排位竟然高過昔日嘅英超王者曼聯有成9位咁多。不過曼聯球迷都唔需要失望嘅，有一樣嘢都值得安慰嘅。雖然曼聯同埋新特蘭喺個積分榜有9位嘅差距，但係兩隊今季喺英超嘅入球都係同樣6戰有7個入波。兩隊積分榜差距咁多，最大原因就係新特蘭今季防守力非常之好暫時6戰只係有4個失波。相反曼聯今季6戰已經有11個失球曼聯喺上星期嘅英超第6週作客1-3被呢個賓福特擊敗，全失3分，延續咗艾摩廉接任咗曼聯領隊之後從未試過喺英超取得連勝嘅往績。曼聯喺今場上半場20分鐘之內就被賓福特嘅中鋒泰亞高連入2球。不過曼聯今季新加盟嘅前鋒色斯高終於係今場開齋啦。喺上半場26分鐘色斯高喺個禁區頭頂腳踢3次攻門裏面頭嗰2次都俾門將基利夏撲出，最終第3次射門成功補入啦，幫曼聯追成1-2接近比數。可惜曼聯嘅隊長般奴費南迪斯下半場76分鐘主射12碼竟然現客，俾前利物浦門將基利夏撲出，曼聯追唔成平手更加被賓福特嘅後備中場耶
恩臣啊喺個禁區外一個右腳勁射入網咧，最終賓福特3-1擊敗曼聯，全取3分。新特蘭喺英超第6週比賽啊，作客去到森林啊，全場都處於劣勢啊。不過佢哋上半場一次嘅罰球攻勢，重返英超嘅瑞士老將中場薩卡左腳掉入禁區，森林嘅後防竟然走甩咗遠處嘅中堅艾德列特。呢位今屆先由西甲基達菲加盟嘅巴拉圭國腳中堅艾德列特啦，取得自己喺英超嘅第一個入球。法國籍領隊利貝斯帶領新特蘭升班嚟到英超繼續表現水準。雖然佢喺今屆英超買咗好多新球員但係同舊球員嗰個配合唔錯，特別喺個防守力大幅提升。今季新特蘭喺6場英超比賽有3場都可以保持不失球，其中今屆新加盟嘅荷蘭籍門將魯夫斯絕對係關鍵人物。魯夫斯除咗幫新特蘭喺3場比賽保持 clean sheet 亦都作出咗好多關鍵嘅搏救，佢自己亦都喺英超 Fantasy 嘅門將一環暫時係領先嘅一位，仲勁過碧福特啦、普比拉亞啦、艾利臣呢啲嘅頂級門將。睇翻兩隊最近5次嘅英超對碰曼聯係取得4勝1負嘅佳績。再睇埋兩隊今屆英超主場同埋作客成績曼聯今屆作出咗3場嘅比賽主場2勝1負，不過其中一場主場2-1擊敗車路士比賽就全靠對方嘅門將山齊士開波早段已經攞紅牌，有打多一個人嘅優勢之後曼聯就取得贏波。新特蘭就喺今屆英超3場作客比賽勝和負各1。啱啱嗰週嘅英超先至取得第一場嘅作客贏波啫，所以睇翻兩隊嘅往績同埋今季嘅成績相信曼聯可以喺主場奧脫福小勝對方升班馬新特蘭可以再次取得贏波3分而回。好，但係去到為大家準備嘅第4場聲音直播旁述，車路士主場對住利物浦，就係英超第7週嘅星期6尾場大戰英國時間5點半鐘，香港時間星期日凌晨12點半上演。兩隊近態都係唔好兩隊上週都係輸波車路士就輸咗俾白禮頓，而利物浦就輸咗俾水晶宮。再睇埋兩隊最近5場嘅英超成績車路士已經係3場冇贏過波啦，2場輸波1場和波，而車路士最近嗰2場輸波都係因為隊中有球員早段直接攞到紅牌踢少一個。車路士而家喺英超6戰2勝2和2負得到8分，不過得失球差佢哋就最好嗰隊所以暫時排喺英超積分榜嘅第8位。利物浦就最近輸咗第一場嘅英超比賽啦，不過就6戰5勝1負得到15分，繼續排喺英超積分榜嘅榜首。不過兩隊喺今屆英超其實個入球都差唔多車路士6戰得到11球，而利物浦6戰就射入12球，平均每場有2球嘅進賬。車路士喺上星期英超第6週主場對住白禮頓本來有一個好開始㗎，中場安素費林迪斯接應占士嘅右邊傳中遠處頭槌一定入網，幫車路士上半場領先1-0。可惜下半場早段中堅查魯巴因為一個 professional last man foul 拉跌咗對方嘅準備單刀嘅中場迪亞高高美斯，被球證直接紅牌驅逐離場。繼之前嗰一周英超第5週對住曼聯門將山齊士都係出迎拉跌咗麥般姆俾球證驅逐離場，連續2場車路士都要打少一個。結果白禮頓藉住打多一個人嘅優勢，憑住下半場後備入替嘅老將前鋒韋碧克連入2球成功就幫白禮頓作客3-1擊敗車路士，全取3分。利物浦上星期就同水晶宮兩支今屆不敗嘅芝士對碰預期都係一場嘅硬仗，結果利物浦喺上半場再一次喺個死球當中失手，加雲貝治喺防守對方角球嘅時候唔將個波頂翻入去門前俾利物浦嘅黑星水晶宮嘅進攻中場生硬，門前輕鬆右腳射入，迅速幫水晶宮喺上半場領先1-0。賽後史洛都話上半場利物浦唔輸多過1球全靠門將艾利臣分別撲出咗對方嘅馬迪達啦、邊路啦，仲有右翼位嘅文魯斯嘅遠射，再加上史洛喺上半場試一個新陣將獲斯雖然擺喺左翼，但係其實係進攻中場，
結果咧左邊咧靠卻基斯一個咧就進攻同埋防守都唔掂嘅情況之下，下半場咧就換入翻加普擔任翻呢個正中左翼，成功令到兩邊嘅進攻平衡翻。不過最終都係要靠我哋隊中今屆嘅幸運童子基艾沙再次後備補出之後咧，成功喺完場前入波幫利物浦追成1-1平手。當利物浦球迷以為劇本又再上演，又喺補時階段咧射入絕殺勝利入球之際，點知咧最後上演咗另一個意料不到嘅劇本。下半場咧原本只係補時6分鐘啫，點知過咗6分鐘，水晶宮咧仲可以有一個嘅界外球手榴彈戰術。結果利物浦相繼由費林邦同埋宗斯呢兩個後備球員咧都唔可以將頭槌解圍反而被水晶宮嘅後備前鋒尼基迪亞咧喺個小禁區左腳射破艾利臣嘅大細龍門成功幫水晶宮喺90+7分鐘補時額外多1分鐘嘅時候咧，絕殺入球擊敗利物浦。利物浦就迎嚟今季第一場嘅英超敗仗啦。兩隊喺英超最近5場嘅往績車路士咧其實就處於劣勢㗎，最近1場先至贏到利物浦，其餘4場咧2和2負。不過最近一次兩隊對碰利物浦輸波咧就喺上季季尾，其實我哋已經篤定攞到英超錦標之後球員咧嗰個鬥志已經放鬆咗落嚟啦，所以咧就作客就輸咗俾車路士3-1。車路士嘅往績就唔好最近2場輸波咧，好大原因都係因為球員好早階段咧攞咗紅牌打少1個，再加上咧前鋒高爾彭馬咧就持續受到呢個暑係困擾今場咧都未必能夠可以復出上陣。馬利斯加雖然喺暑假成功帶領車路士攞到世冠杯冠軍，但係變相咧就季前嗰個休息時間就不足，去到英超第6週咧已經開始出現兵疲將寡嘅情況。不過利物浦咧情況都唔係好得好多啫，連續6場比賽咧有5場都要作客，先喺上星期作客水晶宮，跟住又要歐聯咧作客土耳其面對加拉塔沙雷，跟住又要翻到英超作客車路士。雖然利物浦今屆喺個前線咧多咗伊薩克同埋呢個艾基迪基，不過咧後防冇咗意大利嘅小將利安尼高美斯呢位老將咧又持續水準不穩，所以咧就算利物浦對住車路士往績都唔錯但係呢場作客咧相信都係一場硬仗，希望利物浦可以把握住車路士近績唔好啦，同埋傷患停賽球員都唔少可以咧喺呢場作客比賽咧小勝1場攞到3分。好啦，去到英超第7週第3個比賽日嚟到星期日嘅早場啦，英國時間2點，香港時間9點第5場為大家準備嘅聲音直播旁述，紐卡素主場對住諾定咸森林，兩隊嘅近績都係麻麻地嘅啫。紐卡素最近5場英超嘅成績咧只能夠取得1場贏波，2場和波，2場輸波。森林更加慘最近5場都係不勝2和3負嘅劣績。紐卡素暫時英超6戰1勝3和2負，得到6分咧，暫時排英超積分榜嘅第15位。而諾定咸森林6戰只能夠1勝2和3負，得到5分，排英超積分榜嘅第17位。兩隊暫時都係排英超榜下游位置，最大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兩隊入波嘅能力都唔高紐卡素6場比賽只能夠入4球，而森林都係好少少啫，6場比賽入5球。紐卡素喺上星期英超第6週比賽主場對住阿仙奴，全場比賽好似睇翻時光倒流20年咁史篤城對住保頓嘅比賽一樣，兩隊不斷喺個底線出波啦，攞角球啦，兩隊加埋總共攞到19次嘅角球再加上兩隊不斷獲得界外球之後抌呢個手榴彈戰術抌入對方嘅禁區造成溫暖，結果最終呢場波嘅3個入球都係憑住頭槌頂入。紐卡素今場賠了夫人又接兵輸波全失3分之外佢哋嘅後防年青球員利華文圖喺同對方一次碰撞之中左腳落地落得唔好結果就扭傷個膝頭哥，要由軍醫用到擔架抬離出場。而佢哋另一位新加盟嘅前鋒韋沙加盟咗之後膝部受傷要去到10月嘅國際賽期之後先至可以復出。嚟緊紐卡素又要喺周中嘅歐聯小組賽對住比利時球會聖基羅斯，所以艾迪科維基於陣中球員可能都要有足夠嘅休息去應付
負英超同埋歐聯兩邊戰線，所以最近呢，見到紐卡素喺英超比賽呢都作出咗適當嘅輪換啊，派出副選球員上陣呢，令到英超嘅成績都係停滯不前。諾定咸森林喺新領隊普斯迪高路帶領之下呢，仲未取得贏波。本來諗住上星期主場對住升班馬新特蘭係絕好嘅開齋機會，不過無論喺控球指數啊、射門次數啊、中目標次數、big chance create 嘅機會啊、xG expected goal 都比對方優勝嘅情況之下，最後就貫徹咗普斯迪高路呢個有攻冇守嘅戰術模式，竟然喺對方一次嘅死球攻勢之後走甩咗對方嘅中堅艾特列特，俾對方頭槌頂入，全場唯一嘅入球結果普瑞帶領森林5場比賽，包括聯賽杯啦同埋呢個歐霸杯比賽，5場比賽只能夠取得2和3負嘅劣績，仲未取得贏波再睇埋兩隊最近5次英超嘅對碰紐卡素取得4勝1負壓倒性嘅優勢。再睇埋兩隊喺今屆英超主場同埋作客成績，紐卡素今屆進行咗3場嘅主場比賽只能夠贏咗狼隊1場啫，其餘2場主場對住利物浦同埋阿仙奴都輸波。而森林今屆3場作客比賽只能夠取得2和1負，仲未贏過波。所以呢，今場賽前預測啦，紐卡素主場對住森林呢，紐卡素應該可以主場再贏1場。不過睇翻2次最近5次嘅往績全部都有入球同埋失波所以呢場波呢，你個入球大呢，相信都好大機會啦。好啦，跟住嚟到星期日啦，2點鐘嘅另外3場比賽，首先就有阿士東維拉主場對住般尼，兩隊喺今屆嘅英超戰績都唔係咁好。維拉喺上週先至喺主場打開今屆英超勝利之門，般尼呢最近4場輸咗3場添。維拉喺今屆英超6戰1勝3和2負，得到6分暫時就升翻上去16位，脫離咗降班區。般尼呢就英超6戰1勝1和4負得4分，跌到落去第18位嘅降班區啦。維拉呢今屆個最大問題就係入球率偏低暫時呢6場波只係入咗4球啫，不過失球呢同樣偏少平均每場先至失1球。相反呢，般尼就貫徹一貫升班馬作風啦，入球唔多，失球就更加多，平均每場失多過2球。睇翻兩隊上星期嘅戰績維拉主場對住富咸，雖然呢就俾富咸上半場3分鐘就希文尼斯嘅頭槌入波先落後，諗住咧維拉係咪繼續延續頹勢點知呢屈堅斯就喺上半場嘅37分鐘射入佢哋今季嘅開齋波。不過呢關鍵就係下半場艾馬利嚟一個變陣將阿根廷嘅進攻中場保安迪入替咗前利物浦球員艾利諾。呢位唔俾自己睇好嘅阿根廷球員之前都係效力諾域治嘅啫，升咗上英超其實都冇乜表現。不過今場保安迪就用實際行動去回應我嘅批評剝咗我棒牙。首先就喺下半場嘅4分鐘助攻俾麥堅禁區頂一個左腳施射咁幫維拉就反先2-1。2分鐘之後佢自己喺個禁區12碼點接應左翼羅渣士嘅傳中心口控定，再嚟個右腳跳射入網最終就幫維拉打開今屆勝利之門，主場3-1擊敗富咸，全取3分。般尼就喺上星期作客面對曼城都預期會係一場大敗仗。不過踢落去其實般尼個表現唔係太差嘅，上半場都係靠住自己嘅中堅艾斯迪夫擺個烏龍留後1球。不過憑住佢哋今屆狀態大勇嘅翼鋒安東尼喺上半場嘅38分鐘成功追成平手。不過去到下半場最大問題就係佢哋嘅中堅艾斯迪夫今場波都唔知發咗咩波瘟。上半場面對對方傳中用一隻錯腳將個波踢入自己龍門擺烏龍。下半場又係面對對方曼城嘅傳中波又係用隻錯腳，又係將個波擺入自己龍門。自己有陣時真係唔好想將呢啲嘅錯誤聯繫到呢個假波事件。不過同一個球員同一場波連擺2次烏龍，真係好難令人唔聯想起同呢個古惑波有關。結果自己後防2次犯錯之後去到補時階段就成個後防崩潰晒啦，俾夏蘭特補時階段連入2球，最終就般尼1-5大敗俾曼城。再睇翻維拉同埋般尼最近5次喺英超嘅碰頭，維拉有絕對壓倒性嘅優勢5戰3勝2和，未輸過俾般尼噶。再睇埋兩隊今屆英超主場同埋作客成績，維拉踢咗3場主場比賽，勝和負各1，般尼都係今屆英超踢咗3場
作客比賽全部都輸晒，不過對手非常之強勁啊，分別係熱刺啦、曼聯同埋曼城。再睇翻兩隊嘅往績同埋近績，相信維拉上場打開勝利之門之後球隊士氣正盛啊，艾馬利可以喺主場連贏2場，跟住嚟到英超第7週星期日嘅2點鐘嘅第3場比賽啦，愛華頓主場對住水晶宮。兩隊近期喺英超嘅狀況就係啱啱相反啦，愛華頓連續3場都贏唔到啊，2和1負。水晶宮就係而家英超唯一不敗球隊啊，最近4場贏咗3場。愛華頓而家英超6戰2勝2和2負啊，得到8分得失球就唔及車路士暫時排英超積分榜嘅第9位。水晶宮而家就喺6戰3勝3和未輸過啊，6戰得到12分，暫時排英超積分榜第3位，只係落後於利物浦同埋阿仙奴啫。兩隊今屆英超嘅攻擊力都唔算強勁啊，平均每場都係入多過1球少少啫。不過水晶宮歸位而家英超唯一不敗球隊，防守力當然非常驚人啦，6場波只係失咗3球，同阿仙奴一樣並列英超失波最少嘅球隊。睇翻兩隊上星期英超第6週嘅表現，賽前預測愛華頓對住今季極之頹嘅韋斯咸應該可以主場輕勝，但係估唔到韋斯咸咁狠下決心炒咗破達，請咗紐勞翻嚟做領隊，成功改善到韋斯咸嘅防守令到愛華頓喺主場都唔係攞到好大嘅優勢。所以佢哋憑住中堅米高堅尼接應隊友嘅左邊傳送頭槌一頂入網幫球隊上半場領先1-0，但係下半場就俾韋斯咸逐漸攞翻個優勢更加俾對方嘅隊長查洛保雲一次右邊推大位左腳勁射。其實角度碧福特都預期可以撲到啦，但係中途米高堅尼就加到一頭改變方向成功令到韋斯咸最終追成1-1完場。水晶宮就喺上星期嘅英超主場2-1擊敗利物浦打破對方今屆嘅不敗之身。呢場波其中一個關鍵當然係球證嘅執法水平啦。明明已經保持6分鐘過去啦，水晶宮嘅界外球理應就唔需要特別額外批准，唔同角球界外球係唔需要額外再俾佢開嘅。結果水晶宮就係憑住呢個額外保時嘅界外球後備中鋒嘅尼基迪把握呢個利物浦後防自己嘅失誤喺個小禁區邊左腳施射入網，成功取得絕殺入球。不過今場都不得不承認讚揚呢個水晶宮嘅領隊佳士拿3-4-3嘅陣式真係發揮得淋漓盡致。尤其今屆夏天轉會窗盛傳會喺 deadline 轉會到利物浦嘅隊長中堅基爾。今場基爾對翻利物浦表現非常之專業後防非常之集中，凍結我哋嘅利物浦前鋒沙拿一動都冇。另外佢哋嘅進攻中場沙亞今場及時傷愈復出。延續翻佢係我哋利物浦嘅黑星繼上季殺科戰喺利物浦嘅主場射入1球啦，季初嘅社區盾又係溫布萊射入1球，加埋今場水晶宮嘅主場先開紀錄嘅1球。利物浦後防對住沙亞真係冇晒符不過雖然水晶宮嘅今屆英超近績咁好但係兩隊喺英超嘅往績就愛華頓佔有壓倒性優勢最近5次兩隊喺英超嘅對碰愛華頓係5場都未輸過，3勝2和。再結合埋兩隊今屆英超主場同埋作客成績，愛華頓踢咗3場主場暫時都係未輸過，1勝2和。而水晶宮踢咗3場作客比賽同樣都係未輸過，成績更加比主場為好佢哋3場嘅作客取得2勝1和嘅佳績。不過我相信今屆愛華頓喺新主場 Hill Dickinson Stadium 繼續可以保持不敗，因為水晶宮今屆6場英超比賽其實和波係佔咗一半，所以今場我都相信係一場和局。好啦，跟住睇埋英超第7週星期日2點鐘嘅最後一場比賽啦，狼隊主場對住白禮頓。狼隊終於喺上一星期嘅英超比賽攞到去今屆英超第1分不過其他4場比賽都係輸晒。白禮頓最近個英超狀態都係比較飄忽，不過上場就成功反底，可以作客擊敗車路士。狼隊雖然打破咗5連敗嘅劣勢，攞到今屆嘅第1分不過暫時都係以1分排喺英超榜嘅榜尾。而白禮頓6戰2勝2和2負得到8分暫時就排喺英超積分榜嘅第10位。除咗白禮頓排啱啱英超積分榜嘅中間位置佢哋今屆入波同埋失波都同樣係有9球。上一場狼隊作客對住熱刺，諗住狼隊今屆成績咁差，熱刺今屆成績就穩步向陽，
諗住呢場呢應該狼隊繼續輸波噶啦。不過原來唔記得咗啊，狼隊最近5場對住熱刺嘅英超比賽一場都冇輸過，所以呢今場作客對熱刺啊，整勢呢一直都唔係處於下風，同對方呢基本上打成一個均勢，無論喺個射門數字啦、中目標嘅次數啦、角球數字啊，都同熱刺均等。喺個 expected goal XG 方面呢，狼隊更加比熱刺優勝。狼隊憑住中堅S 保安奴呢下半場早段嘅入波呢，諗住可以保持1-0到完場，打開今屆英超勝利之門之際，狼隊今屆英超失波呢，就係20隊之中排尾二嘅，結果都係臨完場前呢，被對方嘅防守中場保連下一個禁區邊嘅右腳靚射最終都係守唔住只能夠同對方打成1-1，各得1分。白禮頓喺上星期英超比賽作客對住車路士呢，其實諗住都冇咁易踢嘅，加上上半場已經俾對方嘅車路士中場安素費林迪斯頂入一球呢，落後翻到更衣室。不過都要多謝車路士嘅中堅查魯巴下半場早段直接攞紅牌呢，令到白禮頓打多一個人嘅優勢。而白禮頓嘅領隊香士拿呢，亦都趁住呢個嘅優勢即刻呢換入2個嘅攻擊球員韋碧克同埋德國嘅進攻中場古達。韋碧克呢位34歲嘅老將今場後備呢做球隊嘅贏波英雄入咗嚟10分鐘就接應翼鋒明提嘅左邊傳送呢，門前輕鬆撞射入網，先幫自己球隊呢追成1-1平手，亦都為自己射入今屆英超嘅開齋波。正所謂呢，一不離二，好事成雙韋碧克射入咗開齋波之後呢，完場前補時階段嘅第10分鐘接應古達嘅傳送，8界線前呢加多一腳，成功連入2球幫白禮頓呢作客3-1擊敗車路士，全取3分。再睇翻兩隊喺以往5次英超碰頭白禮頓呢係取得3勝2和，未輸過俾狼隊。狼隊喺今屆英超踢咗3場主場比賽，全部輸晒對手呢實力都唔強包括列斯聯同埋愛華頓。白禮頓喺今屆英超踢咗3場作客比賽，之前2場都輸晒，直至到上場呢先至擊敗車路士，打開今季作客勝利之門。所以綜合翻兩隊嘅近績同埋往績相信白禮頓呢繼續可以喺作客擊敗狼隊，全取3分。好啦，嚟到英超第7周嘅最後一場比賽，亦都係我為大家帶嚟嘅第6場聲音直播賽事星期日嘅下晝4點半鐘，香港嘅夜晚11點半，賓福特主場對住曼城。兩隊喺英超嘅近績呢都係賓福特最近5場2勝2負1和。曼城最近5場嘅英超成績其實同賓福特一樣都係2勝2負1和。兩隊喺上星期嘅英超第6周同樣都係主場贏波，全取3分。賓福特而家喺英超6戰2勝1和3負得到7分，排英超積分榜嘅第13位。而曼城就喺英超6戰3勝1和2負得到10分，排英超積分榜嘅第7位。曼城有前鋒夏蘭特在陣進攻力當然唔需要懷疑啦。暫時曼城6戰喺英超入咗14球係20隊球隊之中入波最多嘅。賓福特喺上星期英超第6周主場3-1擊敗曼聯最大嘅贏波功臣當然係我哋前利物浦嘅門將基利夏啦。睇翻佢呢場對曼聯嘅撲救嘅數據就非常之犀利啦。基利夏喺今場有5次嘅撲救XG Prevent 有 1.1， 撲救嘅成功率超過80%。其中一次最關鍵撲救當然係下半場76分鐘成功撲救到對方曼聯隊長班奴費南迪斯嘅右腳主射12碼。自己深信如果曼聯真係追成2-2平手有機會完場前再憑球證嘅幫助絕殺贏波。不過雖然基利夏成功幫球隊救出12碼，不過今場波嘅贏波英雄同埋最佳球員就落咗喺前鋒泰亞高身上，因為佢上半場已經連入2球。曼城喺上星期英超第6周主場5-1大勝般尼呢個比數大家球迷都預計得到。夏蘭特今場亦都有2個入波1個助攻，亦都係大家球迷預料中事。所以喺 Fantasy 嘅球迷好多都喺今周用咗個 Triple Captain 呢個 Chips擺咗喺夏蘭特嘅身上。不過睇翻成場嘅比賽Fantasy 嘅朋友仔真係抹一把汗因為夏蘭特要去到完場前90同埋90加3分鐘先至連入2球，而夏蘭特連埋啲2個入球暫時喺英超6戰得到8個入球，成為暫時英超神射手榜嘅第1位。而加埋啲2個入球夏蘭特亦都以93個入波壓倒咗前曼聯嘅名宿蘇斯一查，成
為英超歷史上入波最多嘅挪威球員。睇翻兩隊最近5次喺英超嘅碰頭賓福特最近4場都係贏唔到輸咗3場添。不過呢，賓福特喺今屆英超踢咗3場比賽仲係取得不敗嘅成績2勝1和，對手實力都唔弱包括有車路士同埋曼聯。而曼城今屆英超踢咗3場嘅作客比賽，勝和負各1，贏波嘅一場呢，只不過係作客大勝狼隊4-0啫。所以根據翻兩隊嘅英超往績同埋近績，我就相信賓福特可以憑住主場繼續保持不敗，爆個小冷門可以和到曼城。好啦，做完今週英超第7週嘅10場比賽賽前預測。不過呢個賽前預測呢，大家只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啫。最緊要呢都係留意我為大家帶嚟嘅聲音直播旁述影片，因為大家球迷有入嚟同我一齊直播傾波經都知我喺現場俾嘅貼士呢，波膽呢真係唔可以睇少，直接中埋波膽次數都唔少不過呢，好多時都係做咗個燈神所以大家入嚟呢就要知道我俾嘅貼士係準確定係做燈神啦。如果大家中意今次影片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呢段影片將影片分享出去，同埋訂閱利物浦真標之路嘅 YouTube channel。記得仲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所有直播旁述影片賽事短評、賽前預測、賽事分析同埋利物浦或者其他球圈嘅新聞大家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再次多謝大家支持，亦都歡迎大家繼續喺呢個影片嘅留言區發表你哋對嚟緊英超第7週嘅比賽預測。當然亦都歡迎大家喺利物浦真標之路嘅 Facebook 專頁俾 like 同埋 follows。當然亦都係利物浦真標之路嘅 Flash 留言同埋讚